大家好，上一集我哋介紹咗一間新嘅客家菜酒樓鑽石山嘅客館。今集我哋變身客館廚房，教大家整兩味考功夫嘅經典客家菜。第一個會教大家整嘅係鑊氣十足嘅家鄉小炒王，之後會教大家整外脆內嫩好惹味嘅客家煎釀豆腐。點解硬係覺得酒樓食一定好味過屋企煮？而家即刻帶你入酒樓廚房學返兩招。首先教大家整家鄉小炒王，材料包括韭菜花、蒜蓉、豆豉、菜脯、沙葛條、紅椒、五香豆乾、土有乾、蝦乾、鹹肉條同埋銀魚仔。想整一碟酒樓級嘅家鄉小炒王，夠乾身夠香係兩大核心指標。第一步係將鹹肉條、土有、銀魚仔同蝦乾落鑊油炸。鹹肉條要炸到焦香出油，啲乾貨就要炸到完全脫水，口感香脆。喺炸緊嘅過程入邊，當你見到油泡明顯減少，就代表入邊嘅水分已經逼晒出嚟，就係時候撈起噶啦。第二步就係要炒一炒啲蔬菜，將韭菜花同沙葛條落鑊，灒兩錢水，炒到八成熟。炒緊嘅時候要睇下啲韭菜花要保持翠綠，質感爽脆。最緊要係鑊底唔可以有積水，一旦見到佢出水，就代表炒過咗火，會影響最後碟餸嘅乾身程度。記得睇啱時機，將韭菜花同埋沙葛條撈起備用。到最後一步就係落鑊翻炒所有材料。首先燒紅個鑊，爆香豆豉同埋料頭，跟住將頭先煮過嘅所有材料落鑊大火兜勻，跟住就到落味嘅時間。首先揼少少胡椒粉，再倒埋呢個醬汁落鑊。醬汁包括鹽、糖、雞粉1/4茶匙同埋蠔油1/2茶匙，跟住就要炒到收汁，鑊底乾爽，跟住落埋銀魚仔快炒，最後灒多半圈麻油。就係咁，一碟鑊氣十足、色澤油亮嘅家鄉小炒王就完成啦。緊接落嚟教大家整嘅第二道菜係客家煎釀豆腐。第一步先處理豆腐，首先將豆腐切開8件，豆腐記得唔好擺室溫太耐，如果唔係就會變壞。跟住用匙羹喺表面滗個窿仔出嚟，將肉餡釀入去，壓一壓實。而肉餡嘅調味，我哋一般都會落少少蠔油、鹽、生粉、油、麻油同埋胡椒粉。第二步就係煎豆腐，落2匙羹油爆香啲乾葱蓉，跟住將豆腐逐件放落煎 pan， 有肉餡嗰邊向下，跟住加2兩鹽水，煎到肉餡熟咗，面頭金黃色，同埋豆腐定咗型就可以落第3步。喺煎緊豆腐嘅同時，我哋可以預備一下醬汁，雞湯12兩，蠔油1兩，雞粉、胡椒粉、大地魚粉各1茶匙。跟住到最後一步就係將豆腐炆煮入味，將啱啱預備好嘅醬汁倒1/4落去豆腐嗰度進行收汁，炆大概1分鐘左右。到啲汁收乾晒之後就可以上碟噶啦。至於擺盤方面，我哋預熱一個煲，小心咁將豆腐喺煎 pan 鏟起，反轉放落煲仔入面，再將頭先剩翻嘅醬汁倒埋落去。咁呢一味外脆內嫩又惹味嘅客家煎釀豆腐就完成啦。學識咗呢2道菜，大家唔難發現點解酒樓煮得比屋企好食？除咗個爐火猛啲之外，酒樓廚房嘅秘密其實就係對細節極致嘅追求。無論係小炒王嘅鑊氣，定係煎釀豆腐嘅火候控制，只要掌握好個細節，你喺屋企都可以煮到酒樓嘅水準。如果大家中意呢一類煮食嘅教學，記得留言話我知。另外都記得 like 我嘅影片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啊！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